6點夠鐘走先。話就話6點放工，但係大家都想等埋老細收咗工先閃人。數據就係證據，喺6點25分走就可以將等啲撞到老細嘅機率減至2.4%。哎呀，我頭先撞到老細，俾佢捉住咗傾嘢啊！又會無啦啦咁大雨嘅？其實落雨有咩好怕？我有車啊嘛。吓，你有車啊？我都諗住買車啊，可唔可以試下坐你車啊？當然可以啊！你平時咁環保，唔通係最新嘅電動車？講起電動車，佢的確比傳統汽油車更加有能源效益。為咗地球好，綠色投資要趁早啊！我哋可以集資投資一啲可再生能源嘅項目，改善氣候環境。不過，仲有一架車係勁過電動車㗎，就係自動車啦！你睇下，仲有埋個頂，唔使驚落雨啊！仲自備埋車頭燈添，不過車唔到我咧。夠鐘收工。記得帶遮啊！落雨中環點走好咧？一 app 在手，使乜驚啊？等我開個最佳放工路線 app 睇下點走好先。根據個 app 咧，就應該由呢一度行去呢一度，跟住去呢一邊，咁就最快翻到屋企啦。哇！你呢個咩 app 嚟㗎？好似好勁喎！喂，幫我 check 埋啊！喂，一陣間收工，同大家食咩好啊？關鍵一定喺細節。Amy 咩都想知，咩都想試，中意日本嘢。Peter 平時中意拗着數，價錢行先，嘢食都係其次。不如就試樓下新開嗰間居酒屋啦，有折，我 book 咗位啦。好喎，喂，7點半仲等咩啊？行啦！作為一個投資顧問，梗係要同環球嘅投資市場脈搏與時並進啦。等我上埋 webinar，我哋9點半見。邊種中環型人格最似你？想知更多詳細嘅分析，記得睇埋專家解話啦！